好，今仔日为什么咱遮老咧一开始就遮侪朋友？好，欢迎恁啦吼。啊，爸比可能若无方便，我先甲我的迄个楼骹手的小甲恁设者，互恁知楼骹需要再甲扭起来吼。做恁家扭啦，无起来就袂要紧啦吼。扭起来是讲咱等下要读书的时阵方便吼，一人会当读一句安尼吼，读一段啦。即嘛大家较教会当读一段。好，咱转来小说家吼，顶回讲到志勤问，故事来到讲，因为志勤因即嘛礼拜日会走去做礼拜嘛，所以呢，这消息传足紧的，教会就随派人吼，专工来因兜拜访吼。来拜访，这是因叫姑娘吼。伫迄当阵，还未出嫁的即个女性的传教士，因拢叫做姑娘吼。姑娘转去了后呢，志勤赶即个因叫啥？吊拿吼，就是吊拿场头一般拢有一寡剩的菜吼，食无了的吼，过顿的啦吼，过顿的菜，过顿知啦吼，过顿的菜。等下再看吼，要煮，要去烫一下吼。结果呢，看内底即竟然藏一仙不辣吼，一仙即个五香，伊是什么马祖婆的款。所以之前咱问讲即句，问即句话讲，你太藏即仙马祖婆带即吊拿来吼，后壁就鬼色吼。咱看鬼色进前呢，先看。拄则我讲过顿，就是隔了一顿哈，毋是隔夜啦，隔一顿啊，隔一顿的饭菜叫做过顿啊。咱用较通用的音啦吼，过顿 TNG 第三，毋知有小姐个词无吼？无过。无，好，安尼无啦吼，无收。欢迎我卡。暗顿、早起顿、早顿吼，正顿。咱每一个 meal 吼，拢有一个名嘛吼。暗顿吼 ，dinner， 早起顿 breakfast 吼，安尼。暗顿有话讲下远顿下。中昼顿、日昼顿吼，我要看伊有过顿无？结果竟然拢无，真正无收过顿吼。过顿就是隔了一顿吼。毋是讲隔一顿啊，就是你顶一顿捞落来过顿的即个菜饭吼。剩菜佫有啥物讲法啦？我即嘛是拄则时仔我想袂起来，我用汉语看嘛。鬼色，会叫春饭。春饭是过年你摆迄春饭吼。好，我用剩菜即个鬼色来去炸拢无呢。用安尼我来炸炒台语。炒台语较老热人吼，所以你拼一个词入去一大堆，对应中文的剩菜。菜尾啦，哎呀，我咧想讲遮市场用着的词，结果我今仔想袂起来。菜尾啦，阮讲菜尾吼，都食无了剩落来的菜吼，叫做菜尾吼。好。佫拄则佫是庆饭啦，饭是叫做庆饭啦吼，食无了菜叫菜尾吼，菜尾吼，庆饭吼，庆饭其实是冷饭的意思啦吼，原意啦吼，原本的意思吼，庆 CHHIN 第三声。六月份。
等下吼，三姨讲的迄个春饭是食春的春啦，毋是春仔的春啦。嘿，庆饭吼，哎呦，庆饭竟然无敢讲爱找庆饭 ，ENG， 啊，毋是，我拄则我知我拍毋对去，饭是第7条吼，庆饭吼。你若看诶汉字诶使用，甲即个规则吼，伊拢写讲是冷饭吼，吼啊，但是咱即嘛就惯势讲，你若过顿诶，迄个出食无了，剩落来饭叫做庆饭吼，吼庆饭吼，庆。讲是流庆饭，就是甲即个庆饭解释嘛是有迄个菜脯诶意思，流庆饭。好，咱来看吼，庆饭我是以我家己本身的使用是无菜脯意思，敢若有冷饭尔，敢若有饭剩落来啦，剩落来饭啦吼，庆饭吼。句话讲食庆饭烧蛋啊，食庆饭烧蛋就是讲我逐顿拢全甲拢食顶一顿的饭就对啊啦。嘿。所以食庆饭烧蛋，迄个庆饭就是毋是现煮的。嘿。啊，当然庆迄个是冷的意思无毋对。对。伫大家族的时阵，就是大家煮烧烧做伙食嘛，所以原则上饭是食烧的嘛。啊，冷去迄是因为已经即顿大家该上桌食饭的人拢食去啊。啊，当然冷去啊嘛。啊，冷去迄就是可能下骹手人还是啥物人使用零啥才来食，当然就冷饭去啊。啊，家己讲食庆饭烧蛋，就讲毋是正顿，即马随煮随要食的，毋是。啊，当然延伸出来，字面意义当然是冷饭嘛，饭冷去啊，所以是庆。啊，这是让一顿，等于讲即顿煮的后一顿才来食，迄个后一顿才来食的时阵，当然就是变成食庆饭啦。食庆饭。好。啊，当然菜尾是咧迄个菜，啊，当然饭菜一般。在过去拢是饭一定加菜，菜一定加饭。啊，不过现代就是有个人敢若食饭，有个人敢若食菜嘛，就是个时代变迁的真差去啊。感谢马文哦，一个就一个有迄个影像吼，有迄个形象的规则真好。好，食庆饭庆啊吼，拄则阿妈有讲，庆本身就是冷的意思吼。讲哇，今仔秋凊吼，秋天即嘛拄好秋凊的天吼，秋天较冷的迄种天，秋凊吼。庆饭吼，就是冷饭。咱来看大理大先修的例句，讲食庆饭丸，食庆饭丸是啥？指坐家啦吼。我今仔日第一道听着吼，庆饭丸其实咱有定来食庆饭丸啊，就是饭丸已经放冷去啊吼。但是即讲有即个意思吼，我今仔日学着吼，坐家叫做食庆饭丸吼。庆饭长夭人，即我毋捌听过呢。咱来看顺，伊讲，甲无路用的物件藏起来，等待会当用的时机，叫做庆饭长夭人吼。庆饭长夭人，就是你拄好你枵的人，我拄好遮有庆饭通，互你食安尼啦吼。啊，所以你甲迄我无路用的物件藏起来，等以后要用吼，庆饭长夭人吼。就是你藏足久的这物件，爱拄好会当用着啦。庆饭长夭人吼，这意思是安尼。来第三个句是庆饭无食是查某干的吼。伊讲规则讲是结局家己无食袂使吼。就是讲结局家己无食袂使啦吼，就是这等下要安怎讲？理解意思小甲咱解释一下，可是意思我即摆想的是讲华语你要安怎讲？结局家己无食袂使哩吼。庆饭无食是查某干的，就是你着查某干嘛吼。庆饭大家毋食嘛是你食吼。庆饭无食是查某干的，所以迄个影响意思。家己食，你是主人家，家己食，你若毋食，反地使用人查某干，最后嘛是拢甲轻去啊。
我要问这句话敢是有两种解说，一种是讲你的膝头无做，别人嘛袂偷做，从基本嘛是你家己爱做。搁有一种就是讲若有好康的吼，你若不爱得吼，嘛是查某囝，嘛是别人捡去得到好康的。我毋知影哦换。OK，感谢三年因为我确实我今仔日才学到即句话我嘛毋知到底是对一种讲法，才是歹势我手机啊。即句话你爱看是啥咧讲的角度，还是徛伫咧啥的角度来讲？凊饭无食嘛是祖干的。若准讲是祖干的角度，不管是第三者咧讲，还是祖干家己咧讲，伊就是爱总包。若准讲你是主人家，你是主人家，或者是恁朋友咧甲你讲第三者咧讲因朋友是主人家嘛？你食的饭你若愿食，你嘛是去互祖干啃去啊。就敢若做了到，毋是刀子咬即句话，是爱看你是咧讲啥，还是谁讲的。若准讲是主人家竟然出来讲即句话，讲做了到毋是刀子咬，你即马是要甲刀子相射吼？你感觉刀子煮的即个饭菜无够好食呢？你甲刀子安尼抠死？若刀子家己讲的，做了到毋是刀子咬，较早办桌刀子是敢若传家己的家私，桌椅料配料啥拢是主人家准备的，刀子只是负责只是出伊的功夫尔。伊家己咧顾欠的时阵，伊就会讲无啦，就做了到啦。你主人家准备甲足好是做了到，毋是我刀子咬。所以做了到毋是刀子咬，即句话看是谁讲，无共意思。所以凊饭毋成祖干的，有可能拄则三年提出的两个问题，还是两个方向，拢有可能成立。就是看你是啥物人徛伫咧啥物角度来讲即句话。若准讲你是下骹站的人。即摆该恁头家爱做，恁头家竟然毋出面，从基本嘛是你拢爱收，这可能是无好的物件。若准讲是好的物件的时阵，即顿饭菜遮尔粗糙着，你讲你巴肚疼，你讲你安怎，你讲你咧晒太，你讲你袂瘾食，你若袂瘾食，连米嘛是遐个祖干，遐个下骹手人，拢轻去拄啊爽着伊，所以。凊饭毋食嘛是祖干的，我就讲表面的意思就是关于即顿的饭无食，就是下骹手人迄个使用率爱甲食掉去。因为我就讲嘛，阮若讲教会爱去共看牛换饭食，阮阿母敢若甲我讲安尼，讲阮若讲教会就爱去共看牛换饭食，我就讲，迄去看牛要换饭食，敢讲敢若看牛无可能的代志啦。迄个时代有可能4、5点天袂光，你就爱起来。拼厝内拼所有该你爱做的代志，甚至人等落你的代志。等到食饭时间，主人家拢甲饭食了后，剩一寡菜尾才个某咪人讲来，你饭食的煞轻的，才去放牛出去食草。所以有当时就是白名一句话，无共的角度，无共的人咧讲时阵，伊有可能有无共的意见。所以我拄仔是就我所知甲各位朋友分享安尼。以上。好，感谢马文，感谢三年我今仔日学足侪。一项来凊饭，你食即个用汉字我足讨厌用汉字，我都毋知要怎读凊饭，到底是凊饭毋食是查某干的，还是凊饭无食是查某干的我拄则看的原册扫描是凊饭无食是查某干的但是就若敢若马文拄则讲的。你要用即个词，看你要用的角度是啥？你讲即个物件好，你无用到尾嘛是别人捡去用所以就是凊饭毋食嘛是查某干的我着用就是讲你家己你意愿你无愿做嘛着你无愿用嘛你无即好诶，你无愿用。凊饭毋食嘛是查某干，我搁用一个嘛最后终归尾是走去别人诶凊饭无食是查某干的可能就是徛伫查某干的角度来看迄个歹亏你逐个拢我做，到尾嘛是拢我咧做凊饭无食嘛，到尾嘛是我的凊饭无食查某干，看你要怎用，所以用即个例句毋是讲一定逐字拢无精差呢用你真正看迄个情形，看迄个角度，
用较正确的字吼。凊饭毋食还是凊饭无食吼。好，过来呢是拄则我那个学一个词，对马文遮学一个词叫做佐料教吼，毋是刀子教，刀子教吼，刀子就是厨子啦吼，厨师吼，或者是总铺师吼。啊，佐料教我来学一下吼，我毋捌听过即个词，我来查一下吼。CHO 啦吼 ，LIU 吼，料是第7条吼 ，LIU 第7条。佐料吼，马问我读毋对无？佐料第7条嘛，本条第1条嘛吼，佐料是佐料啦，就是佐料，然后但是汉字伫咧大字用的是炒吼，就是料理的参料叫做佐料吼。即碗面佐料较少，所以佐料教毋是刀子教吼。安尼，我即嘛知影即个意思吼，因为即佐料我知影意思了，即几句都拢知影意思吼。佐料教毋是刀子教吼。这若我煮的物件吼，阮某就安尼讲吼。你掺一大堆遮好的物件，毋是你甲我煮吼。佐料教吼，毋是刀子教吼。好，刀子先煞查一下吼。TOU 第5条 ，GCHI 第3条，毋是第2条。刀子吼，厨子啦吼，这个无啥好解释啦，刀子就是厨子吼。但是平常时可无机会讲到刀子，但是即个佐料教毋是刀子教吼，即个词你就会当起来用啦吼，来婉转来表达讲，你当然会当自谦，就拄则马文讲会当自谦，嘛会当去批评人讲，你毋通当做你外教吼，迄是事实造成，是规个环境互你的，还是讲你会当安尼讲吼？佐料教毋是刀子教吼，但是为什么用教呢？我无理解，为什么毋是教？就是你要欠芳咧，要险的各种的资料拢有教，要险的、咸的、鲜的、什么，逐项拢有啊，所以有教。周到啦吼，周到的意思啦吼，哟。差不多就是逐项口味拢总有啊。拢该到有的。其实，足侪料理其实拢食迄个佐料啦。当然嘛，即几年开始发觉到一寡，因就讲我即个肉一斩，我免啥物佐料，我就食家己用烧，还是用熟，甚至啥物7分熟、5分熟。外口皮安怎一个？毋是像过去拢啥物？你是要黑胡椒、蘑菇一大堆迄个味足重的迄酒来甲灌落去，你迄个原底肉质无够好的吼，你嘛食无啥会出来啊。所以你迄时就是食佐料的啊，毋是食原味的啊，大概即个精差吧。讲到这咱可能今仔规集的吼，好，真感谢马文，真感谢三年吼。三年拄则对，我其实拄则想做的物件，我袂记记起来。好，不要紧，我即马佫会记来，开始一项节我佫解释一下吼，毋是解释啦，来查一下吼。拄则讲着庆饭吼，有讲，另外有一个词吼，迄个音足像的吼，可能有人有时啊会读会走逝去吼，叫做庆饭吼。庆 CHENG 第3条吼，第3条，但是变调变第2条，庆饭吼，本来是庆变庆，庆饭是蒸饭哦，所以庆饭甲庆饭吼，这两个音爱读较准咯吼。当你讲庆饭的是甲饭摕去，佫小甲庆一下吼，蒸一下吼。但是呢，你若看伊的解释吼，叫做煮饭吼，所以庆饭敢若无一定是用错的吼。庆饭伫台语的表达法其实是，你摕饭去佫加小甲烫一，毋是烫一啦，烫一我拄仔讲有烫食，你甲饭摕去佫热一下吼，即嘛佫相反来吼，叫做嘛是个庆饭，另外一种叫做无。伊有即个庆饭无一定讲 again 咯吼，拄则迄个汤我一直强调讲 again， 庆饭无一定是 again 吼，讲你中昼要食啥？阮中昼要庆高丽菜饭，就是要煮高丽菜饭吼。
啊，你中昼，阮中昼要来煮金瓜称金瓜饭吼，就是煮啥物饭吼，就用称的，只是讲伊表达上伊用称的，啊毋。高丽菜饭嘛，毋是用炒的啊，你嘛知吼。高丽菜饭免用炒，金瓜饭免用炒，但是你讲称高丽菜饭、称金瓜饭吼，用称的吼。啊，我看一下原文。我细汉的时有听到过是迄种的称油饭。啊，对，称油饭嘛是用称啊。但是油饭是用称的，用蒸的吗？用绳去吹嘛。啊，吹嘛吼，用吹。人绳是踩在一个大骹顶。迄个大骹顶是下骹是有水，甲水香滚。啊，水香当然，去称油饭也是庆，可要讲的，板豆有迄落啥物樱花虾炒饭，还是啥物有板豆，稀疏的板豆有一个是油饭的，迄就是讲用称油饭，啊伊嘛是用细骹人绳，啊细骹人绳放喺大骹人绳，迄人绳原则是用遐油饭，一般是拢已经处理好啦。啊，其实迄个动作其实嘛算烫啦，伊迄个处理好油饭，就是讲你若枵塞贪食，你嘛听讲直接捏来食无问题，迄就熟个啊。只是讲要上桌请人客时阵，你就是爱甲遐个饭菜用好烧。啊，迄个动作我印象中就是称油饭。当然称油饭伫担头啊，伫倒卖，伊迄搭遐就是下骹一个铁锅，大骹的锅，啊下骹有水，然后人绳放起来。啊，一层一层，顶悬可能搁放一碗一碗，也是一层一层较细层的嘛，因为拢是茶嘛，啊，拢有芳，所以就是惊迄个水滚了，迄个水烟就浸对顶悬起哩。啊，所以就是用即种方式，可能是甲伊浸互熟，或者是本地着半熟，或者是熟要甲用互烧尔尔。所以我自细我听到过，应该是称油饭即个物件。敢若我若是听无够多，是安那？我较无去听到其他的方法，凡是别所在，可要用阿凡讲的，高丽菜饭，阮遮嘛是用高丽菜饭，嘛是称高丽菜饭，嘛是有可能。啊，总是，迄是一个用水烟去甲你要食迄个物件，不管是用互烧，或者是甲用互熟，就是看迄个时阵是啥物状态，大概是安尼。我知是。我特别知一下日文的规则啦吼，因为。西望啊，遮粿趖是敢若煮饭吼，就是无特别强调讲是用炒的吼。啊，若看日文版吼，伊是写美式哦卡西古，卡西古到底是炒的无炒我毋知吼，所以咱知一下日文的粿趖吼。当然迄汉字写炒啦，啊，但是哦，咱看日文的粿趖吼，卡西古伫日文内底的粿趖是 to cook 吼，就是敢若就是 to boil or to cook。就是敢若甲加热，但是伊无讲啥物方式啦，伊无特别强调讲是 steam 吼，所以应该是会当较广义的粿趖称饭，就是煮饭啦吼。当然炒饭也是称饭吼，但是你讲一般煮白饭，袂讲称白饭吼，袂安尼讲吼。所以称饭的时阵，有时变成讲你敢若是饭内底有加料，特别去翕吼，安尼翕就是焖啦吼，翕即个。个一个状况是自助餐，伊供应迄个白饭的时，伊煮好了后啊，伊就会去甲迄个白饭，佮甲搅咧、悄咧，啊，然后佮挂，佮甲牵转去。当然，迄个动作是翕。搁甲翕伊，你打煮好的饭有迄个烧，搁烧嘛有迄个烧气，有迄个余热。啊，毋过伊就爱甲迄个饭啊，算讲规个迄顶的饭，搁甲拉过一解。啊，拉过一解，算讲老食是安怎？目的敢若是讲较袂伫上顶悬的米饭，因为称一个伤超过啊，是安怎会变伤焦，或者是伫下底因为翕条的，迄个水烟水气，因为水烟。不仅爱清出来嘛，啊，过你甲翕掉了，是毋是变水烟就变水珠？啊，踮咧饭底时阵，迄变成下底的饭会较黏，还是水分较济，就变成无平均。所以迄个煮饭线，佮讲电锅还是啥物撇起，啥物用起，理论上会使开始食啊。啊，毋过迄骹饭
无一定随有人随去较来食，伊就会甲伊悄悄咧，搁挂搁扛转去。就讲，我有听到过，你讲啊，你搁去甲饭称一下，就意思叫伊去做这个动作就对了。嘿，饭煮好啊，毋过无一定随食，因为尤其自助餐伊可能一工凡事爱煮4-5骹，即嘛是第3骹，这第3骹伊就是爱做这个动作。连伊人摕来食，较袂全拢较定的饭，也是伤下底啊。因为顶悬卡起了，你若无做迄个动作，伊可能迄水烟无散开，也是安怎踮咧下骹嘛。反正迄个动作就是，互遐米饭搁透过拄吹好的饭的烧气，搁互伊搁较平磅啊，顶面下面交换是安尼。我印象中是安尼。我印象中有庆油饭。对，即庆油饭拄则有讲过，马有一开始就讲了，伊讲伊听即个庆字，主要是伫庆油饭啦吼。啊，我讲我较早捌听过是，比如讲庆高丽菜饭，庆啥物一寡有，就是当然已经毋是直接用水去炒啊吼，是直接就伫咧炉火顶头逐道去翕安尼吼。好，拄则讲剩饭吼。来，炸一下剩饭吼。我直接用瓦卡饭第7条，歹势，用着卡落去，切换一下。瓦卡饭 PNG 第7条。直接 click 即个瓦卡。饭，哟，佫有一种煮法叫做焖饭吼，日本式的煮饭法，叫做焖饭吼。我今仔才听。来，庆饭、炊饭，哟，炊饭嘛是煮饭的意思啦吼。或者讲炊饭、炒饭吼，我来看这个原文的扫描。炊饭，我看吼，炊鱼吼，就是蒸鱼啦吼。我看日文的表达法叫做 “sakana o hizu” 吼，拄则是卡西具吼，是煮饭吼。啊，即嘛 hizu 这就真正伊汉语就用迄个蒸字吼，这就应该真正用 steam 吼。所以歹势是木子吼，木子吼，木死啦，木死吼。所以木死是炒的吼，啊，卡西具是煮的吼。啊，拄则讲庆饭是煮的，啊，另外即个炊饭呢，我要查即个炊饭，炒饭日文的表达就真正是炒的吼，炒饭。飯を蒸す吼，所以庆饭伊是讲卡西具，炒飯叫做蒸す吼，就是真正是用 steam。庆饭、炒饭春饭我拄则讲春饭，我讲的春饭是过年礼拜伫桌头伫咧神桌顶咧摆迄碗饭，跟若插一支花吼，咱中话讲那个饭春花吼，叫做个春饭嘛吼。家用饭，我要看有剩饭无啦吼，即种讲法无啦吼。冷饭。教授迄个 TJ 小书店就是甲中文华语的剩饭，用庆饭甲剩饭来表示。剩饭嘛吼，其实讲剩饭，大概是绝对听有啦吼，就是剩落来饭嘛吼。当然，字典无一定有啦，但是我即摆看着无看着吼。字书典无一定有，但是迄意思大家知，而且这用法是正确的吼，就是剩落来饭吼，剩饭。只是伊含剩饭这两字爱迄你，尤其是你本身母语毋是台语，毋是母语是华语的吼，你即个声调变调
教了袂准，福音好了袂准的吼，你来较注意啊。存饭是互神食，神贵食去存饭啊，应该是神啊，神甲公嘛食。你咧食的是存饭啦吼，你食存饭哦。我来讲福音嘛准哈，无出问题哈。好，拄则3年敢若讲另外讲一个事，我无记啦，我即摆已经袂记啊吼。好，咱足好诶讨论吼啊，这就是我较早一直咧想，讲要蛤蟆有要开一个像安尼讨论的即种，其实就是安尼啦，像安尼吼，莫讲干那听我一个人表演吼。所以就像安尼，咱以后就是看到一个事伫咧出史线，要甲出史线读了，绝对毋是咱的目的。出史线读了，咱再去找后一本来读迄种诶，毋知要去找一本吼。逐逐读吼，所以咱重点是伫每一遍你读诶时阵，拢伫内底当学着足侪物件，这才是重点哦。咱读到即个世界末日嘛是袂要紧吼，逐读读吼。好，咱转来出史线遮吼，大家安怎用呢？志勤问讲啊，你若甲即先不落藏伫即个吊哪来？大家讲。等下我看下时间，41分了。大家讲啊，我囥了煞袂记得吼，我即项代志做了吼，叫做我安怎了煞袂记得吼，我安怎了煞袂记得吼。当然你若惯习华语的，你讲迄个了会当用迄个。了，迄个汉字来用嘛吼，啥物做了，煞袂记你安怎吼，就会当安尼表达吼。啊，我食了煞袂记你洗碗吼，啥物即个动作了煞袂记你吼。我即摆讲的是即个故事法，会当安尼讲吼。华语敢袂安尼讲，因为华语敢若袂安尼讲，所以我特别强调。因为华语可能讲啊，我做完却忘了哈，或者是我吃完却忘了，我看完却忘了，安尼吼，就是讲要表达迄个了哩，伫华语内底用完吼完真来表达吼，但是台语就用即个了哩吼。所以拄则即个故事内底重点是即个了哩了用吼，我安怎了煞袂记得吼。好，咱来学者即个了哩吼，足简单的字啊吼，咱这已经是咱大家拢知影吼。咱头一遍来想讲，哇，你哪知即遮简单的字？哇，即简单的字，电脑你爱开足侪时间去学吼。尤其是你本身母语毋是即种语言的时阵吼，了。OK， 四个意思，第一个是就是 finished 吼，或者是 completed 吼，叫做了。写了、摕了、单义讲了吼，就是写了就是完成、写完成啊，摕了就是即个摕了应该是 take 啊吼。单义讲了就是单义甲代志讲煞吼，拢有 complete 吼，或者 finish 迄个意思吼。第二个是生实吼，了钱的了啦吼，就是了。生实。第三个接续词，那个咱接续词是咱看例句，看了不及介意吼，看了不及介，其实这个接续词嘛是等于是了看的结束嘛，看完了不及介意吼，非常介意啦吼。看了不及介意吼，伊规则是讲这是接续词，啊，拄则咱讲，囥了煞袂记哩。当然你会当讲这接续词就是囥了后，另外迄个动作后壁迄个动作是袂记哩嘛吼，囥了然后接续后壁迄个袂记哩吼，囥了煞袂记哩吼，所以伫出史线内底迄用法，就是应该是即个第三啦。我感觉是，若敢若看了不及介意吼，囥了煞袂记哩吼，代志长了袂得吼，这是
这遮例句吼，大理大书店遮个例句吼，代志长了袂得，长袂得啦吼，就是事情无法收拾吼，无法度甲足水开甲转过来吼，这我袂晓解释吼。代志长了袂得，就是代志事情无法完满收拾吼，代志长了袂得吼。咱要学即个了咧吼，就是长袂得啦吼，代志长了袂得吼。看了不及介意，就是看介意嘛吼，看了不及介意吼。啊，所以你若甲即个了哩，即个接续词摕掉，其实咧意思拢相像啦吼。代志长袂得，就是长了袂得；看不及介意，就是看了不及介意吼。囥甲袂记哩，囥袂记哩，就是囥了煞袂记哩吼。好，来，咱转来出示线遮吼，所以即个了哩要用哈。大家讲啊，我囥了煞袂记哩，我惊了红门人。拄则囥了，即个了无海分，即嘛即个惊了，即个了过来加一个海分吼。我毋知影到底倒一个较正确吼，但是即两个应该是共一字共意思吼。我惊了红门人甲我请倒去吼。我惊了红门人甲我请倒去吼。伊惊啥物代？惊红门人甲迄身布仔请转去弹掉还是烧掉啥吼？就是甲即个偶像摕掉啦吼。伊惊这发生这样代志，但是讲惊了吼，我惊了后壁迄个接续迄几句，我惊后壁即项代志会发生，所以即个了就是接续词嘛吼。我惊了红门人甲我请倒去吼。所以我认为即个惊了甲囥了迄个了，拢是共一个用法，就是接续词吼。但是为虾米一个有海分，一个无海分，我毋知是毋是绕沟去吼，应该是啦吼。好，我惊了红门人甲我请倒去吼。红门人就免解释啊吼，外国人拢迄当阵拢叫红门人吼，甲我请倒去吼。我惊了红门人请倒去，甲即个物件请倒去吼。我惊了啥物代志吼？即惊了红门啥物代志？红门人请倒去，红门人甲即身布仔请倒去吼。但是用一个我咧，来你讲嘿。即个遮测词是动词尾了，哦，囥了袂记。惊了安怎嘛？就是动词尾了。啊，迄个请倒去迄个啊，我就讲伫台语的故事内底有六字动词后壁加去加来，迄是一个方向动词。啊，伊即个请倒去迄个倒啊，顶是第7字，就讲迄头前六字是出入过，出入去落过转。过去过来，转去转来，倒去倒来，去去来，即种的一个。啊，伊遮请倒去迄个倒啊，其实有一寡腔口啊，伊袂讲是倒去，伊是讲转去。即句话就是讲，即个大家因为伊是拜佛的，啊，迄姑娘是信耶稣的，因无咧拜偶像，惊迄去互姑娘看到了，伊就会甲大家讲啊，你即个偶像吼，我帮你处理。啊，就甲请转去安尼。嗱，我的腔口会讲请转去，毋过迄个时阵，迄个地契话务师伊的腔口就是请倒去，啊，所以迄个倒字啊，就是我用。啊，然后我就讲腔话教授有甲迄个白话字改写做汉罗人参写嘛。我就讲我正式学台语文了，真捌遮的台语文啊，我一直会感觉，我拄仔讲迄六字后壁倒去倒来，这是一个。所谓算，这要算方向动词啊，一个复数。我要讲的意思是讲，尾起来即个尾动词嘛，吼，所以
咱拄则讲诶，囥了煞袂记伫，囥是一个动词，袂记伫嘛是一个动词嘛，所以即句话两个动词。然后后壁我惊了红毛人甲我请倒去，迄嘛是两个动词，就是惊了惊是一个动词，然后请嘛是一个动词。迄个请的即个动词啊，启蒙教授就有特别用轻声符两个特殊甲伊拄出来。啊，所以白话字这个版本啊，我嘛感觉真奇怪，就是讲囥了惊囥了袂记，迄个囥含了无海粉，啊，等到后壁惊了煞出现海粉，啊，然后倒去，伊甲伊当做一个词，就是海粉连起来，啊，搁头前个请，搁无。所以我就讲，我个人一直对白话字迄个海文啊、连字符、轻声符诶使用诶迄个时机也是啥物种，我一直抓袂准安尼。所以是对照即个启蒙教授有甲伊翻译做、改写做汉人谈写诶，出来甲报友分享安尼。以上。马上你拄则讲迄6字吼，我敢若会记迄4字：出入、过顿啊，中字啊。出入起落出入转过。哦，起落嘛，出入转，出入起落这是拄真正方向嘛，啊一个是过去过来嘛，啊转去转来安尼，即6字。好。啊，这当然有对照去华语中文，啊华语中文含即6字有一两字啊共款，大部分拢无共。啊，所以我来讲，即个第7字就是倒去，即个就是。我读过遮个台语的作品，就是我发觉有一寡人确实用倒去，啊，伊即个倒去，若以我会用转去，即个转安尼。啊，当然迄转字有足侪读音的啦，伫即个遮是转去倒去安尼。以上。感谢马文吼，各位毋通去互外边迄种歹习惯学着吼，表现讲你外交拄外交学一寡歹足深诶字，即平常时足罕用诶字吼，啊是即个物件安怎讲吼？因为逐个拢无咧讲嘛，你教你上教，敢若你会晓吼，毋通去染着即种去染着即种歹习性吼。爱像安尼，像马文安尼，甲即种你看拄则讲迄6字吼，你伫生活中足接用诶吼，起落出入转过吼，即拢是足接用诶。啊，你逐个学台你学啥物台语？啊，即逐着学吼。迄寡人看袂起即寡字，但是我甲你讲，即寡字才是学问吼。你要好好啊，甲即寡拄则即6字哦吼，有方向性诶即6字，你去其实这是咱干若即6字可能爱开3节课吼，1节课爱讲2字安尼吼。但是你家己看吼，即起落出入转过，你才家己去现即个台语大词典去看吼。绝对内底拢有规则，即个字变怎使用吼？伊有方向性诶，对无？拄则马文讲诶意思就是讲，即个当讲，起就是有方向性诶，起吼，还是来吼，起来吼，落去落来吼，出去出来吼，入去入来即种吼。好，知影即6字啦，啊，你有机会再家己去现字典书店家己学吼。好，我讲迄个倒去啊，我感觉是台南腔，台南的人介是会用倒去，以上。伫巴克的圣经内底吼，伊定定用，就是无头前无用连字符，比如讲像即只是请倒去吼，所以因为伊毋是请倒去吼。咱其实咱台湾人较惯，毋是台湾人，我的意思是讲，我本身啦，或者是讲我就阮新竹的阮即只阮较惯势就是故事，你发音的时阵是辅音是动词后壁是倒去拢是轻声吼，头前动词后壁倒去拢是轻声，比如讲请倒去，啊，都是即动词拢会读分调，请倒去吼，啊是牵倒去吼，啊头前拢是动词啦吼，倒去迄方向性，要表达迄个方向性，就是咯用安尼。啊，伫个巴克利版圣经的时阵，我看伊定定拢是即种写法，就是变成你爱读做请
请倒去吼，牵倒去吼，啊，什么倒去吼，是毋是台南人较接应我毋知啦吼，就是我至少我知，我确定是伫咧长老教会内底，因着较惯势安尼讲法吼，啊，就是为，所以即只无用海粉，我是知影伫咧白话伫圣经内底足侪即种例啦，所以我也会当理解为虾米伊遮无用安尼吼，因为即拢教导嘛吼。另外是一个讲，伊迄也比如讲囥了甲即个行了，为虾米有海粉无海粉？同一个使用，伫即安尼前后抓尔吼，即个遮近的遮近的两个词叫都有即个差异吼。我相信吼，伊当阵应该是吼，你爱有一个概念吼，就是讲即本小说写伫1920年的时阵吼，就是伊阁是伫咧。白话字你发展的足早期吼，迄个海粉无用海粉甲无用海粉的，伊其实佫无遮尔成熟啦吼。要安怎讲？伊嘛无法度成熟啊，因为伊在咧长大人时阵，就去用即个吼，就去用硬木器啊吼。其实已经连发展的机会都无吼。即嘛当你发展啦吼，即嘛又搁你逐啊咧成长吼。希望以后会当较成熟吼，海粉用海粉无用海粉会当较成熟，会当较有一个。教授拢有甲伊用海粉甲伊连起来。嘿。听我教授，我囥了煞白一滴。嘿。我惊了红门人甲我请倒去安尼。听我教授，迄个囥了甲惊了，伊有用海粉甲伊连起来。那以我个人的惯习，我嘛会加海粉。嘿，较有法度，互因会较。理解，等你读的时阵会当较好理解啦，较袂讲我甲囥甲了，佮加一个意，若敢若长义啊两个到底啥物意思连袂起来吼。好。这是咧顶的句名啊，共一个语境。对啊，这教你哦，爱同意爱一致啊，安尼那个共考嘛，种会到的。所以我拄则即句吼，我毋是即句啦，即段其实我读了，譬如讲后壁佫有迄，我着熟人吼，景戇筆吼，即我可能是即个词我毋捌听过，但是伊拢无海粉咯，所以我是有时到底即句话是咧讲啥吼？来，我小人者吼，倒去了后，佫下底算即两第二佫加一撮熟人吼，笑咱。熟人景戇筆吼，拢無海粉吼，熟人無海粉吼，戇筆無海粉。即个拄啊，教授听我教授有拄解，伊讲熟人是 clever people， 聪明人。嘿，对啊，所以你看熟人是毋是应该爱加海粉？对啊，照你讲，你若准讲要是讲伊是某一种特定的人，应该爱用。海粉甲连起来。啊，戇筆是毋是愛加海粉？我的慣是會安尼啦吼。嘿啊。啊，因為我是因為講即形容詞囥伫頭前形容詞，我是會加連起，但是咱會當看會出來，伊為啥無愛用？因為這是本身一個獨立的形容詞，所以伊形容詞伊就是獨立的詞，伊就無加海粉，啊，加一個名詞嘛。所以你看伊的使用的習慣就是。我形容詞甲名詞中無加海粉，但是嘛絕對毋是安尼啦吼。比如講紅門人，紅甲門，一個就是形容詞，一個是名詞嘛。但是紅門已經是一個 term 嘛，無加大家就看無嘛吼。所以吼，這就是吼，我就講這是一個早期吼伫咧發展的時陣，這個無加海粉。係啊，有加海粉無加海粉，一直無一致。熟人甲戇筆，聽我教授拢有甲伊加海粉連起來，表示這是一個詞啊。嘿，等以後發展到免海粉的是，就兩個就連做伙啊吼，中連即個 space 就免啦吼。好。即馬就是，可比講我即兩個詞，你若莫寫海粉啊，莫連起來，直接連空白嘛歹，直接就 SEKLANG，GONGPUT。原則上，因為台語嘛袂有兩個迄種K 合會落連做伙，因為當初你若 SEKNG 的時，你佫顛倒會懷疑講到底是 SEKANG 還是 SEKNG， 你顛倒毋知，啊毋過佇遮 SEKLANG， 你若三版羅馬字原則上無啥物疑問，
因为 K 项的路绝对袂伫咧共一字。啊 ，GONGPUT G 和 P 嘛，绝对袂伫咧共一字。这大概目前我有看有一寡人，我就讲我个人嘛是，若准讲我无爱用连字符甲伊连起来时阵，我就看讲，即两字若莫用连字符甲伊斗起来时阵，会造成误解袂？即两字拄拢袂误解时阵，我也要写，我也超工要写，我就怎连字符嘛无爱，空白嘛都地方写 GONGUT 安尼。所以即个物件变成讲，伫咱台语文还可能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渐渐去累积即种无基本的，就是来处理。有基本会造成误会，还是多义的时阵，这个会使慢慢去做。我是安尼想。好，感谢马文吼。所以你用海粉，不管莫讲你外交啦吼，就是我意思讲，你毋免烦恼啦吼。所以你爱用就甲用，无爱用就莫用啊。你感觉需要用你就用啦吼，莫去管规则啦吼。基本上就是一个词，就要甲几啊字夹做一个词，就是用海粉甲连起来安尼吼。基本规则就是安尼尔吼，所以莫客气做你甲用啦吼，还是讲做你莫甲用吼，看你这毋是讲一定爱啥物有学问啊，免惊毋对吼。我上惊就是因为你惊毋对，结果你无爱用，你无爱讲，你无爱写吼，这才是足上恐怖诶代志吼。所以嘛是安怎讲，尽量莫共纠正啊，尤其是伊本身就已经无自信诶，无信心诶吼，你搁甲纠正，可能就搁较毋敢用啦吼，搁较毋敢讲啦吼。尽量吼，当然看情形啦吼。有诶物件养成习惯，其实嘛足费气吼。好，来，今仔日咱读到遮就好，咱就今仔日就莫读啊，咱到时阵规站吼，规段规说了，咱再来读啦，一个再来读吼。我先甲今仔日咱读诶小读一遍吼。今仔日就是大家讲我囥了煞袂记得吼，我惊了红门人甲我请倒去吼。好，我今仔日无时间通去甲我请倒去吼。其实即只无迄个我嘛是意思嘛相像啦吼。我惊了红门人甲请倒去吼，无迄个我其实规句的意思嘛袂变吼，嘛是当理解啦吼。但是迄台语内底，或者是华语嘛有啦，常常有加即个我字吼，甲我请倒去吼。即个我字吼，还是你吼。咱无定后回若会记诶，再过来看讲加即个我甲无加即个我，或者是你平常时我相信你绝对袂注意着啦吼。你讲，就算你咧讲华语嘛相款咯。把我拿来，帮我我即马是啊想无着累啦吼，就是你着加即个我字吼，其实无必要加嘛是，你嘛是会加吼。为虾米会安尼吼？咱以后来讨论吼。其实我嘛即马还未形成一个概念啦吼。但我知影有即种用法啦吼。好，安尼咱今仔日就读到遮，咱读足慢吼，非常的慢，迄不要紧吼。其实咱目的毋是要甲即本小说读互了吼，咱目的是要伫咧即本小说内底学着台语吼，不管是字还是词吼，还是用法，还是像今仔日学着遮侪趣味的即个词吼。凊饭无食嘛是查某干的吼，做了到毋是杜志高吼。OK， 安尼今仔日感谢各位吼，咱真正是做了到，毋是杜志高吼。倒位毋通当做即阿悬上高，阿悬吼，即个台语，即个专家吼 ，pro 啥，毋免咱安尼讲。我嘛一向无安尼家己想，因我拢是今仔日摕便来互恁大家看吼，字典、词典。即个文献顶头的吼，咱大家斗阵来学，大家斗阵来学习，大家斗阵来成长吼。希望各位以后会当活一个台语的世界内底吼。虽然讲伫政治上，这实在是愈来愈困难，但是这是咱的愿望。好，到遮，感谢各位，我要来开房。感谢，后摆再过来，拜拜。